同江客栈，那边虽然简陋，但也还算干净，而且房钱也很便宜。便宜就好，那我们就住哪？姐姐，你说呢？好啊，那就有劳公子了。啊，应该的。走吧。来。小薇姑娘，这几天走路尽量小心一点。有劳公子了。我看两位也不像边镇之人，何以到此啊？我们姐妹俩的爹娘都已经过世了，这次来本来是寻亲的，不料亲人却搬走了。我们姐妹无依无靠，身上盘缠也快用完了，只好滞留此地。边镇虽小，却是龙蛇混杂之地。两位又是柔弱女子，万事要小心，千万别再遇到那些欺负你们的坏人。公子提醒的是，我们姐妹俩会小心的。公子，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了，大大的好人哦。我不是什么公子，两位叫我王英就行了。那怎么可以？我们姐妹孤苦无依，有幸能认识公子，以后还要仰仗您多多关照。千万别说什么关照，萍水相逢便是有缘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那小薇先谢过公子了。千万不要客气。好了，那两位早点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有什么事就来找我。彩雀，去送送公子。哦。姐姐，你老实说，你与他是何关系？我们初次见面，能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就别瞎猜了。我才没有瞎猜呢！你看他的眼神与看其他的男子不同，你是想杀他，吃他的心？我虽是妖，但我不轻易杀生。况且他又是帮过我们的善良之人。嗯，本来我也不喜欢人的，不过他是个例外。姐姐，你的脸色好差，血液之气将尽，我们还是赶紧去找夫人吧。我现在灵力不足，行动不便，还是等我休息几日再上路吧。嗯。你早点歇息吧。大王子，你去哪儿？何须多问，只管待在房间里便是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幻影妖物吗？大王子，大喜之日不陪新娘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弟子现在一心修炼长生之术，不恋世俗。长老的黑暗之术能召唤地狱兵将，简直是巧夺天工啊！弟子现在很是向往，不知道弟子何时才能修炼此术？修炼法术，乃借天地之神力，应循序渐进，方可不断增益。若是操之过急，反易走火入魔，实属大忌。是。大王近日喜怒无常，并与我发生争执，他居然还想废了我，另立他人为后，我实在是难消这口恶气。所以王后找我前来是，大王子痴迷法术，
大王很不高兴。我只怕会是哪一天，大王废了他，另立他人为王子。王后说的可是二王子郑吉？就是那个野种，跟他娘是一路货色。我早就想清理了这个后患，现在应该是时候了。王后，这么做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呀？你想啊，要是除掉了郑吉，就会引起大王的盛怒，反倒是王后会引火烧身。所以我才找来司徒长老您商量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万全之策。最好是让他们俩安静地消失。王后，这么做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啊？我觉得大王现今是有意在冷落您，即便您除掉了二王子，还会有三王子、四王子取而代之。倒是王后，您的地位岌岌可危，我看倒不如多花些心思，讨回大王的欢心。司徒，我好言好语找你来商量对策，我不是让你来教训我的。你以为没有我的利剑，你能拥有万古族中今日之地位吗？王后息怒，您的恩情我会刻在我的心上，所以为谨慎起见，凡事我都得为您考虑周全呢。你真是为我着想啊！当然，所以让您回去讨回大王的欢心，那还不是为了以后我们的将来？因为这些烦心事，你都已经受了好多了。只有你好好的活，我才开心。娘，吉儿，娘，你有急事找我啊？我想让你替为娘去趟中原。去中原？为什么？是这样的，吉儿，你的外祖父，也就是我爹，去世多年了。身为女儿，一直没有回乡拜祭过他老人家。这段日子，娘夜夜做梦思念你外祖父，所以想让你替为娘回乡祭拜，顺便你回去看看咱们郑家的人。娘，你突然让我离开，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是不是王后她又在威胁你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不管是不是，我们母子都应该在一起，我不会离开你。不行，你必须走。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您告诉我，您告诉我呀！好吧，我告诉你，可你千万别冲动。王后素来不容我们母子俩，如今更害怕你夺了大王子之位，要置你于死地。娘无能，无法保你周全，所以你必须要离开这是非之地。娘，要是没有父王的同意，私自离开的话，会被人说成是叛徒的。而且我前脚一走，王后她就更有理由找您的麻烦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孩儿不仅保护不了你，反而还会连累了你。如此不孝，孩儿绝对不同意。那都不关你的事，娘只希望你能远走高飞，不再受人轻视欺辱，过普通人的生活就好。要走我们一起走，否则的话，孩儿不会离开的。娘，
你也不用太担心。虽然那个王后视我为眼中钉，但是我谅她也不敢罔顾足贵，轻举妄动的。王后心肠狠毒，也不知会对你下何毒手。娘，实在是不放心啊。娘，还是这些年勤练武功，不能说是武功盖世，但起码保护您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您就放心吧，纵使那个王后有千般诡计，孩儿都能应付得了。而且孩儿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我可是万古族最聪明、武功最高的勇士，您难道还不相信我吗？娘。陛下与兰妃娘娘正在静修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臣有要事要求见陛下，请公公通禀。大人若有事的话，不如让咱家代为禀报。混账！边疆告急，你敢耽搁军国大事？小人不敢，小人这就去禀报。大人稍后，稍后。行了，快去通禀陛下。陛下，异族近日连犯我边境，不仅大肆掠夺财物，还屠戮我百姓。我边关将士勉强应战，损失惨重，还望陛下尽快定夺，抵御异族之策。那依宰相的意思，该当如何呀？这……好了，既然一时无策，等明天上朝再说吧。陛下，退下。陛下，历朝边疆问题都是以和为贵，兵戎相见必将导致两败俱伤。微臣以为，循先祖惯例，以和亲为先，不劳民不伤财，既保我江山社稷，又能和解边疆战事。又是和亲？你们这些人都不知道皇族子孙的离别之痛，真要和亲吗？陛下，陛下，此次异族大军不可小觑，若无退兵之法，只怕百姓生灵涂炭，社稷也将不稳呐。陛下，萧大人说的是，之前逆乱数年，民不聊生，如若再起战祸，必定江山动荡。那兰妃的意思也是赞成和亲了？陛下，历朝历代都有和亲的先例，臣妾以为，祖宗既然能把规矩延续到现在，就必然有它的合理之处。更何况和亲也是陛下责任的一部分，百姓都是陛下您的子民，陛下，你也有责任保护您的子民啊。好吧，暂且按萧大人的意思办吧。五位将军召呈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异族入侵致生灵涂炭，
着5位将军赵成为和谈使节，出使边疆，调解战乱。钦此。臣接旨。陛下的意思是尽量停战议和，若对方不从，可用和亲之计。谢公公提点。异族此时大军压境，来势汹汹，恐怕非议和便能善了啊！听说中原土地富饶，美女如云，却派个小使节来议和，什么和亲？只不过送个女人就想搪塞我，真拿我当乞丐打发了？等本王夺下中原，金银珠宝尽归我手，那时再搂上几个中原美人入怀，好好的享受一番。到了那时，若可汗后宫3000佳丽，可别忘了我们呢。哎，小美人儿，那怎么会呢？到那个时候，我就让他们的残军败寇都来伺候你们。这次，本王一定要乘胜追击，让他们跪着来求本王放过他们。此想法甚好，只是什么？难道你认为我们打不赢？我们的将士不够勇猛吗？当然不是。可汗，我族虽然出其不意拿下了几座城池，但是对方毕竟兵强马壮，一旦开战，我族兵力有限，很难占到便宜。可汗，臣也同意浑部大人的看法。眼下不宜和他们撕破脸面，直接交战。既然对方提出和亲，我们不如假装同意，见机行事。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。哦，什么条件？传说世间有样至为珍贵的宝物，叫做金黄心窍。所谓金黄，乃是天地人地之女，而心窍说的是这位帝女拥有一颗七窍玲珑心，乃世间绝无仅有。既然绝无仅有，那本王又如何取之？正因如此，大王可以以此为由，向对方求取拥有金黄心窍的尊贵公主。料想这只是传闻，他们根本找不出这样的公主。到时候，我们自然可以说中原毫无诚意，轻辱我族，我们便可以顺理成章地跟他们翻脸。好，好主意。那本王就为我族取一位金黄公主。哼，笑话。朕一再退让，欲以和亲平其心，安其民，令百姓免遭战乱纷争。异族不思退兵，竟向我朝提出娶我朝最尊贵的公主。朕的公主个个都是尊贵非凡，哪个不是千金之躯？朕还没说舍不得呢，他们竟敢跟朕提条件。况且，宣公主和亲事小，我朝颜面势大，哪容得异族指手画脚？陛下，臣以为不出兵不能彰显我朝实力。万万不可呀，陛下！此事需三思而后行。而今我军实力虽不可小觑，但国库紧张，要投入大量的银两齐整军队，势必要造成百姓的生活贫苦。只需一位公主和亲，不需兵戎相见，便可赢得边疆太平，岂不是上上之策呀，陛下？正如陛下所言，和亲事小，损我朝军威势大，切不可纵容，让对方得寸进尺。诸位大人，还有没有什么高见呢？禀陛下，臣也以为和亲为妙，切不可轻举妄动。哼，又来了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好主意呢，原来还是个和事佬。陛下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如今国家休养生息，若又起战事，必定百姓怨声四起。挑选公主不代表我朝退让，反是替陛下分忧的好机会。一则
得民心者得天下。陛下愿以最尊贵的公主，保得国家太平，百姓必心念皇恩浩大。二则，再以公主和亲稳定边疆，等国库充盈，再招兵买马，整顿边疆军队，抵御异族也为时不晚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先稳定民心。若要真打仗，必会劳民伤财，陛下还请三思啊！容朕再想想，退朝。看陛下您几日如此操劳，臣妾实在是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只可惜臣妾不是公主，想替陛下分忧都办不到。难得兰妃如此体贴。哎呀，朕贵为天子，却不能保护自己最心爱的儿女，受异族的威胁刁难，朕有愧啊！陛下，陛下不必自责。我想，公主们一定会深明大义，理解陛下您的苦心的。这些日子没有静儿的消息，朕不知她身在何处，何时才能回来呀？陛下，萧小侯爷和莫侍卫也一去不复返了，我想，他们一定和公主在一起。我已经派侍卫四处去寻找，但愿静儿能平安的回来。阿莫，找点木头点点火，让公主暖和一下。是。你去哪儿？干粮都被雨水浸湿了，我去找些吃的东西来。哎，不用了。这荒山野岭的，又下这么大暴雨，就别去了。食物嘛，就随便应付一点，等雨停了再说啊。可是，我怕这些东西公主吃不惯。哎呀，哪那么多挑剔的？我可以的。别露出那种痛苦的表情。眼下的经历，不就是你一心向往的江湖生活？每日风餐露宿，食不果腹，还可能遭人追杀。更难受的就是一连好几天都不能洗澡。你不许说公主。要不是因为你前些日子在酒楼大吃大喝，不知道节俭，把银两全花光了，咱们怎么会连住客栈的钱都没有了？我不是怕公主吃苦难受吗？再说出门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跟着公主跑这么远，想着只要找到公主就可以随时回宫了，哪有那么多准备？要不，去衙门亮出身份，问地方官借点钱。那怎么行啊？这样的话，我的身份和行踪都会暴露的。先且不说宫里跟牢狱似的，这是福是祸还说不定呢。我回去的话，那更是生死未卜。哎呀，静儿公主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再这么下去，住不起客栈，又没有钱吃饭，总不能让我们去偷去抢吧？反正我不回去。回去吧。不回去。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哎呀，表兄，
钱的事自然会解决的。可是你想想，我就这么回去的话，谁知道这半路上还会有什么不测啊？表兄，阿莫，你又搞什么鬼啊？嘘，没听到外面有声音吗？马蹄声整齐，一定是经过训练的马。非兵即匪，不知来的是什么人。莫非有人要来杀我？哎呀，哎，终于找到避雨的地方了。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休息吧。生活，是，去那边看看。好。哎，咱们出来寻公主啊，也好几天了，就连一个影子都见不着。哎，难怪这宫里宫外到处都在传，说公主啊生性顽劣。你们说，好好的金枝玉叶她不当，非得到处乱跑，害得咱们这么多人找她一个人。哎，这种鬼天，还得躲在这破房子里避雨，你说我冤不冤呢？要说这晋公主啊，可真不像别的公主，一点都不像金枝玉叶，整天舞刀弄枪的，凶悍的很。哎，我听说啊，前些日子还跟一些江湖草莽厮混，有损皇族风度。这以后真不知道哪个倒霉鬼娶了她，嘿，可有罪受喽！就该找个厉害的主，好好教训这个悍妇。你还行。哎，我看你呀，已经是臭名远扬了。你还行。好，快手，来快这个，你把那酒递给我。哎，好，喝点，给我来点。哎，酒递给我，来，给我留点啊。来，吃吧。啊，天多冷。我倒是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我们不是缺银两吗？有人送盘缠来了。走。喝一个，再喝一个。醒！我什么？我看见有鬼。鬼？怎么样？我的戏演的不错吧？你这哪是演啊，简直就是个鬼！别说那么多了，赶紧拿上盘缠和干粮，等他们醒了就麻烦了。快走。啊，终于洗干净了，好舒服啊！一想到昨天我们耍那几个傻瓜，真的是太好玩了。公主还是回宫吧。我知道公主心里放不下王英，但是王英心中若有公主，当初又怎么会走得如此决绝，一点音信都没有呢？公主不值啊！好了，阿莫，你没有体会过什么是相思，你不懂。怎么会不懂？在皇宫里面的嬷嬷说过，痴情女子负心汉。大哥他不是负心汉，他心地善良，光明磊落。他和我所认识的男子都不一样，不像旁人还有表兄，都只当我是公主，宠着敬着。只有他，才当我是惺惺相惜的好兄弟。你不知道，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没有勾心斗角，
没有规矩约束，也没有礼法羁绊，我也能够像个寻常百姓一样，活得畅快淋漓的。阿莫，我从来都没有如此轻松快活过。或许这就是缘分吧。什么缘不缘分呢？一个金枝，一个冰，一天一地，身份悬殊，有缘无分。表兄，我和大哥有缘有分，有缘无分，都轮不上你来说话。我自己的命运，我要自己掌握。我喜欢的人，我要自己争取。我李靖就偏偏不信，我和大哥有缘相见，却无缘相知。哼！申哥，小薇姑娘，公子在练拳啊？是啊，就怕日久会生疏，所以出来练一练。公子的衣服破了。哦，我自己都没注意。如果方便的话，不如先脱下来给小薇，等小薇补好之后再还给公子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公子救了我们姐妹俩，小薇无以为报。如果连补衣服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那便是小薇无能了。哦，那就有劳小薇姑娘了。姐姐，姐姐，要不出去找些猎物吧？不用，我能忍得住。再忍都保不住人形了。我替你拿主意，杀了王英，从此对他断了念想。不行，他是申哥的后人，不能动他。你糊涂了，他毕竟不是王生。难道你想再受一次情劫，遭受寒冰地狱之苦吗？姐姐，你别傻了。你是妖胎神，他根本就不可能爱上你。他来了，姐姐。小薇姑娘，姐姐，快去！小薇姑娘，哎呀，彩雀姑娘，王公子，
王公子快请进。不知公子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小薇姑娘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我姐姐她，公子多虑了。可能这些日子太过奔波，有些乏了，不碍事的。公子来，所为何事？我给你带来一些跌打损伤的药，我想姑娘的脚应该还没有痊愈。多谢公子。王公子，姐姐的脚没事，方才还说想出去散散心呢。能否劳烦公子陪我姐姐走走？才去。当然可以了，刚好我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地方夜色很美，我带你去看一看。不用了。姐姐，你不是胸闷吗？出去走走透透气，千万别错过机会啊！那好吧。好。这里真美。啊，我也是偶然经过这个地方，才发现这里那么像我的故乡。公子，你一定很喜欢自己的故乡吧？当然啊。那公子是为何被贬到此地镇守边关的呢？姑娘为什么会觉得我是被贬来这里的呢？公子一身本领，到如此偏僻荒蛮之地镇守边关，难不成是自己自愿的吗？唉，虽然这里比不上京城，我倒觉得悠闲自在。身为男儿镇守边关，不用纠缠于人情世故，也不需要手段高明，只需要奋勇杀敌，保家卫国。这样总比在官场上争权夺利来得更有意义吧。王公子驻守边关，令尊令堂不担心你吗？家父家母很早就离世了，我们王家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没了牵挂，也不需要有人牵挂我。哎，小薇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是晚上雾气太重了。哎，都是我不好，明知道你身子弱，真不应该带你来河边了。我领你去看大夫。不必了，这是我多年积累下来的毛病，回去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公子不必为小薇担心，请公子送我回去就行了。好吧，来。我觉得还是找大夫看一下比较好。我待会儿出去找一家医馆。公子不用了，我没事，真的。这，姐姐，我没事。不好意思，麻烦公子了，姐姐我来照顾就好。千万别这么说。那小薇姑娘好好休息。进去吧。姐姐不忍杀他，就赶紧回来。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！哎呀，我的灵力先给你点儿。彩菊，谢谢你啊！别跟我客气了，我这点灵力根本帮不了你太久，你还是出去找猎物吧，我留在房中替你掩饰。
滋味，谁能解答？情话情话，在心上种一株花，这一生只等你。